标题的话一定要加这个无哈。那现在就是有些有加，有些没加哈，不太规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哈。阿美族传统部落虽然没有法律条文及法官、法庭，好，先到这里哈。那如果你翻好的话，你就可以先打上来哈。这样的话，我们的速度会比较快。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因为第六讲了，还有2次，呃，看看能不能多讲别的哈，因为后面的东西比较没有什么。好，好，一个词，好，一个这个词很好用了哈，就是它真正的关键是这个"字哈，好个字，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在一个范围里面的，好，那离呢就是指定的哈，指定的一些东西，所以离个字。那杀呢就是当做哦，作为，传统部落，好，阿美族的传统部落了哈，这个字啊，阿美族的传统部落，阿美族传统部落哈，虽然没有法律条文及法官、法庭，所以这个条文、法官、法庭，看看你们用什么词。那这个蛮多的介词了哈，就看看你们看看用什么词啊。如果你能够用阿美也是更好了哈。好，说闲的好了哈。哦，ini alo no tatu asa no bangsa i ha ha. Tala chua awa ai ko matili sai a sari kets a misau kitai. Ha awa ai ko matili sai sari kets misau kitai atau pisau kitan 啊pisau kitan 都 matu fuzai 啊，这个用的非常好哈。好他用这个一哈在属于努邦扎，属于阿美族，属于大多阿善就是祖先哈，祖先，那祖先就是我们的传统来源然后部落可以达拉朱不管怎么样，虽然our爱古马蒂利赛亚萨利克斯被写出来的这个法律条文呃，所以这个阿杜这个阿杜这个阿杜在前嘛阿杜米绍基代然后这边加个呃这个分割就行了米绍基代，米绍基代就是去审判的人去审判的人就是法官米绍基代当做审判的呃地方，然后审判什么呢？多马的负债这个这个句子用的非常好所以烧 K 这个词
这个词可能可能要在这个高级的高级的范围才会有哈，法官、审判审判，高级才出现，会不会太晚哈？好，the foot 惩罚、审判被处罚的人被处罚的人叫马德福在比萨给蛋啊，审判当做审判的地方，好好，所以你看看这个比萨给蛋多马德福在这个词组，这个真的很麻烦如果是按照英文、中文的概念，比萨给蛋是名词你看名词后面有都，这个这边是写这个了但是有的方言是有的方言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文字没有，嗯，没有办法好，riget，好，好，说的好了，好的，那我们看一下，awal 后过米苏里丹努力个字属于所写出来的，属于法律所写出来的，都大棒的呼应，都呼应，大棒的呼应，都呼应，好，这是一个日语介词了呼应，好，大棒这个可以阿外后过你苏里蛋那个我有阿外后过你苏里蛋努力个词，这个努林书丽啊，对，用比较好好，如果说是念一个字要在前的话还可以，一个词努你苏里蛋所写出来的，因为努的话，你努就要先翻努要先翻你说一旦哪里个字比较顺比较顺。好，后应是这个法院法院、法庭，这个是日语介词好，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嘛？应该是只有你们两个了吗？其他的张默还没有来嘛？还有那个怡静，那个张默而已。好，然后2个请假，对，有2个请假嘛。那个一进就是失踪了嘛一进他，因为他还有别的那个课，中堂就对了对，好，那就是你们2个了嗯，那你们2个就辛苦了好，我们就下一个了但早就有传统自然的习惯条例但早就有所以这个但
所以它是个转折语哈。有传统自然的习惯条例，早就有哈，所以这个早就有。就有些话呢，你不一定要翻出来。你看传统自然，这个自然可以不用翻了哈。传统的习惯，那习惯是什么？条例。条例呢，因为我们古代没有文字，那就是大家说出来的，所以条例你不一定要说是条文。那古代我们没有文字，哪来的条文呢？啊，所以这是话，哈，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按照中文的字义去解释啊。习惯，这个早不是爸爸字嘛，不是马拉大了哈，所以所以在我们阿妹这个就是用词缀去显示。因为这个句子很长啊，我给它分个段落哈。我们这样翻的话比较快一点，如果很长的话，我们时间就拉长。但是哈，所以这个但呢，就你可以因为前面讲它的原因是什么哈，虽然没有哈，所以但是哈，所以你看看，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相反的，它不是顺势的哈，顺势的，就是我们的转折语有分顺势的转折语跟逆势的转折语啊，或与事实相反的转折语。那老实讲，我们的这个转折语没有中文好啊，没有中文好，就是表示我们的语言的应用还不够完善。哦，好，很短哈。好，你看哪一来度故大都中爱阿里个词，no 大都阿善，哈这个蛮好的哈。你看好，但是啊，这个嘎就是已经是发生了哈，这个嘎这个你嘎的嘎早就存在了哈，所以这个嘎是很好用的，那就是已经经历过的早就有，所以那是经历啊，你的爱度有就是这个重点，你这个那不加都没关系，但是这个度是必须加的哈，这个度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度伊拉度伊拉爱度那伊拉爱度，重点是这个度哈。好，故大都中爱一个词哈，这个合适的这个条例哈，诺大都阿善属于祖先哈传统哈，所以大都中爱哈，那伊拉爱豆古大都中爱一个字哈，那
伊拉多过的个词，好，所以真正的这个主词是这个啊。什么样的这个条例呢？律法呢？它都用爱合适的哈，合适的。好，好，刚刚那个是书写的哈，现在是这个说的。好，你看伊拉多过大多阿三那里刚刚话一定好，伊拉多过。好，那个那洛这边这个句子，有你自己念一下。Nika Iratuku 哦，颠哦，倒。好，要怎么调？ Nika Kawanu Tato Asan 对，好，是属于祖先的嘛，是不是？好，伊拉多过的嘎嘎瓦努达多阿善一定要好，好，好就可以哈。你这个就是那嘎嘎瓦，就是哦，你可以说传统，也可以说是条例，也可以说习惯哈。所以这个词啊，那嘎嘎瓦努达多阿善这个词组就是中整在这个传统自然条例里面啊，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好，所以伊拉度，这重点就是这个度哈，这个度哈。如果你没有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表达哈，没有办法表达。所以这个度呢，就是可以说是旧，也可以说强调，也可以说是早啊啊，有了嘛，那个度就是已经是发生了。好，好，这边呢，当然呢，伊拉爱度就是说，伊拉爱度呢，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哈，那以前啊，以前就有哈，到现在还是有的，持续存在有的啊。好，蛮好的哈。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了啊。好，头目长老年龄阶级长哈，年龄阶层，年龄阶层阶级的级长哈，应该是这样子啊。级长而已哦，他讲的是级长哈，头目长老还有级长哈，各个年龄阶层的级长啊，就是有组织的，就是有组织的审判团啊，而且具有裁判的效力，列举下列案情的判决啊。那当然下面就会有一些举例哈。好，这个句子比较长哈，这个就是按照顺序翻也没有问题哈。头目、长老、级长，好，那级长你看看你们怎么翻哈？级长啊，关键词哈，级长。那其实这个词你可以用很简单的词哈，就是有组织的审判团啊，而且具有裁判的效力。好，好，列举下面案情呢，案情的判决就是案情，你看看你用什么词哈？那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头目哈都这个词了哈，我们还是给答案比较好了哈。这个头目这个词我之前有讲过，那是一个日本的那个贬义词哈，它有歧视，就是你是下等人了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用，当然因为这是翻译嘛哈，给答案，理论上这个应该叫，可以说这个叫组长哈，但是这个概念又不太一样哈。
案情哈，案情。这个嘎吉答案呢，当然我的翻译是这个吉大了哈，吉大是词根，它就是已经持续常态，但是它又有这个重复哈的概念哈，案就是事情或者是人，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大家的利益着想的人哈。我对这个该答案的这个注释是这样说的啦，嗯，所以 Gita 就是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当然是指部落的人哈，部落，因为我们是以部落为主啊，一整个部落啊，整个部落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最早 Gita 答案呢，呃，像我调查的这个电光部落，他们讲的 Gita 答案就是里长。那里长当然就是管整个部落嘛。嗯，好，数选分好了哈。我刚给答案，嘎拉萨嘎嘎爱，萨嘎嘎爱努，嘎萨斯拉了，多妈妈案，一，哈，乌马萨嘎布代，乌马萨嘎布代米绍吉代，多杰布特，努萨利格兹伊拉古比巴蒂纳古，杜萨比绍吉。伊拉古萨比绍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高给答案没有问题。好，嘎拉斯哈嘎拉斯我们有的方言是60岁，应该是70岁哈，有的方言是80岁不等哈，反正就是很老的人。萨嘎嘎爱最大的诺嘎萨斯兰哈，属于阶层哈，各个年龄阶层的哈。好，这萨嘎嘎爱就是级长哈。那我刚才说了，各个年龄阶层多妈妈案哈。好，我们萨嘎布代哈，是被形成一个团体的哈我们萨嘎布代米绍吉是有组织的审判团哈，是有组织的审判团。我们萨嘎布代米绍吉代好。好，这边又加阿杜了哈，而且也行阿杜接不子接不子哈，接不子弄啥了一个字，接不子弄啥了一个字，嗯效力哈，具有审判的效力。你这边呢，审判团那
后面这个伊拉古比巴迪拉古多萨比少给哈。好，现在就是而且既有裁判的效力哈，既有裁判的效力，好，就是这句哈。所以这个效力呢，你可能用这个益处哈，可能不太行哈。有嘛哈，有裁判的能力或效力哈。那因为他讲上面是有组织的审判团哈，有组织的审判团，然后既有裁判的能力，你用能力或效力，你不要用效力，用能力啊，就是这些人是有什么，具有裁判的这个能力啊，具有裁判的地位啊。那个苏贤有听到吗？有。你看看，就是这句啊，就是这句，可能再稍微你再看一下哈。好，你先自己看一下哈。啊，就这句了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阿抓的哈。好，utumuk karena sakakaino sral ko masakaputai sapi litefuts ha. Ilago ni patinago to sapi litefuts ha. Ilago 哦，你这一句是在这里。sapi the foot， 迪拉过列举啊，列举下列案情的判决。伊拉过你把迪拉过过沙比里的 foot， 好，好，这个安洛，喂，安洛，要好，你的问题是在这里啊，既有裁判的效力，然后后面这个呢，伊拉过你把迪拉过后面要加什么？你把迪拉过。因为你讲好，就列举下列案情的判决，就是那个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发生过，而且是按所以你把你把的那个案，然后呢后面要改，不能用都，不能用啊，用哈，要用好，伊那个你把的那个案沙比里的 foot， 好，这样就可以。那你的问题还是在这里，这个没有翻到，既有裁判的效力，这个没有翻到。你再加进来，好，再把这个既有裁判的效力这个加进来。有裁判的效力是指这些人有组织的陪审团，也就是头目长老、级长效力好，所以你可能用这个字统筹他们有统筹的什么
统管的什么？好，如果是我会用那个古木这个词，古木，好，我会用这个词，看看哈，古木就是统管、统治，哈，统筹。看看你们那个词组的应用可不可以哈，就是练习一下。哦，这个 stability 这个词也非常好哈，它的词就是 default，然后 li 指定的哈，指定的这个 li 啊 li 就是也有强制哈，li 在这里当强制的去处罚，哈，stabi 就是当做作为强制的处罚，好，那就是叫判决啊，所以 stability 这个词也非常好哈。所以前面你看就是sabi 的 foot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构词法啊。具有裁判的效力。好，好，书写的是这个，给它加在这里哈。好，其他的爱都比少一啊，基本上比较好了哈。其他的爱就是有智慧的了哈。其他的爱都这边当然可以当成效力哈。比其他的爱都比少一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这是乌妈沙克不带阿米少给带都乌，好，这边加个乌会更好。乌其他的爱都比少给，呃首先乌其他的爱都比少给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但是你再加一个词缀，后面的词缀，你用什么词缀会更好？后哪里？就比少给后面就是比少给，乌其他的爱都比少给，这边你就是让你思考一下。再加一个后词缀，什么样的词缀会更好？你看，关键是在这里，这个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的？嗯嗯，所以这里也不能用爱，嗯我们的后词缀有什么？有爱，有恩，有傲，还有什么？嗯
对，暗哈，比少给蛋哈，所以这个暗你们不要小看了，这暗就是它是已经形成的啊，不会改变的哈，所以这个暗有时候要当的，有时候了哈，比少给蛋哈，乌鸡蛋爱多比少给蛋哈，所审判的啊，当审判的啊，要审判的啊，所以咪烧鸡蛋嘛哈，它是从那个咪烧鸡蛋有没有？可以理解吗？咪烧鸡蛋，然后变成比烧鸡蛋，有没有？这样不会变成地点或时间不一定，就是事物、事情，按呢不一定是时间跟地点，就好像发发一样，发一样，它是类别，有没有分类？它是男性的类别，女性的类别，所以按呢不是只有时间地点的，它有类别，还有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按也可以当人哦，按也可以当人哦，哦，你们对按的这个认知可能不太够哈。好，所以加按呢会更好哈。好，好，那个拿到的是玛莎古木赖啊，米莉的父子。你这个按是啊？好，对，那个那红爱说按哈，你看哈，没有错哈。所以这个是加在这里哈。好，玛莎古木赖啊，米莉的父子，米莉的父子哈。好，玛莎古木赖。米莉的父子，老师，我乱写的。不乱写，你也是要想一下嘛哈，你为什么这么写哈？因为你看它是什么？理论上哈，它是一个有裁判的效力，好，具有裁判的效力，它其实是一个词组了哈，词组。所以玛莎古木塞，如果你这个呢不能用啊，我先让你想一下，这个啊改成什么？然后这个沙呢，应该也不行哈。具有裁判的效力，哈，就是说它是去统合的。你用古木是对，所以前面的词对。你就是说那个具有就是用妈了哈，你的概念大概是这个。如果是我还是用咪啊，好，咪简单一点，咪古木赛，哈，古什么？所以这边要用都，都然后后面要改，这个改成什么？ B 吗？当然，你这个一定要，你看这边的都比少 g 看到没有？啊，都比少 g 啊，孤比你看，所以乌孤都后面你看啊，要变成名词名物化，他们讲的你名物化啊，你公布态都比你的父子好，这样就 OK 了哈。好，这个老师讲就是说这个句子就是说，
如果我们按照字翻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阿美族的这个概念呢，会有点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那他讲的是这个裁判嘛哈，审判哈，审判Miku mulai itu pisau kit 哈这样也可以哈，就是那个那这个这个书写嘛哈鸡蛋能爱多pisau kitan 哈，好。好，我们再把这句翻译一下好了，我们再休息哈。杀人罪好就开始了，他刚刚讲的举例下列列举下列案情的，所以为什么说这边要加案就是它是已经是发生的它是已经是发生的然后拿来做这个例子所以比如说杀人罪恶行重大有无悔意者犯人应处死刑，在猎场上出其不意射杀之。杀人罪，杀人罪。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中文字有问题就是对我们的翻译会有一点问题。这个杀人罪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已经是杀死人了，就是这个中文它的意思呢不太精准这个杀人罪就是他已经是杀死人了如果是杀人，那我们的词就很难翻了。所以这边要加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加这个杀死人的罪你没有杀死人，你干嘛判处死刑呢？所以一定是杀死人的这个罪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好，恶行重大，然后又没有悔意又没有后悔，后悔，后悔这个字犯人应该被处死应该处死。然后这后面这一句，你看就真的是有点突兀了在猎场上出其不意射杀之，然后它又是个句号，没关系，我们就先翻我们就先翻。当时我在看这个文章，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罪，所以杀死人的这个罪，看看你们能不能翻出来所以这个罪呢，你不一定要翻成罪杀死人的，它其实也是条例，一个字杀了一个字，所以你可以不用按照字翻这个罪其实就是条例嘛，杀死人罪就是杀死人的条例，这是一样的概念那如果你翻得出罪，那当然是更好
后悔。所以后悔这个单词，如果你不会，你看你用解释的也是可以了哈。当然最好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算高级的范畴了哈。因为翻译基本上，如果你不在高级的程度，你要翻译好比较难啊。所以我们的词汇量也要增加。但是如果你不会这个词，你能够用词组去解释也是可以的哈。那因为词组就牵扯到啊跟都跟奴哦，这个在前后衔接就会容易出错，就在这里哦，到底是啊还是奴还是都？所以我们这样慢慢练习哈，我们一定会慢慢的掌握哈，慢慢的掌握是用啊还是都还是奴。估基本上你不用讲哈，估比较不会出错啊，估做个标记。那词组里面就有都跟还有啊还有奴这三个啊，容易搞混的就是这三个啊，估不会出错啊。好，书写了哈。好，他用一路啊这个词可以哈。好，一路诺米巴达亚都达不到，哈哈，很好哈。哦，沙达达阿盖啊，沙达达阿盖阿盖，哦，沙达达阿盖啊，米一路爱啊，都在比巴达迪过了，好好，你用这个词组来看，在比巴达迪过了，都发了做阿达唔上，一在干扎噶阿鲁。no me iro ai mapatay pialupan. 好，你这边呢？我看一下啊。我一路 no me patay 怎么着哈？杀死人罪的人哈。好，我杀达达阿盖me iro ai 都在爱比的过了都发了做阿当上。好，所以你的翻译直到好这里。在干这阿肉，你看后面就是说犯人因处死这个地方那个我看一下，因为这边你后面是讲那个在干这阿肉，你先翻到这里，在猎场上，国民一路爱阿玛巴代伊比阿鲁班，在猎场上。好，现在就后面这边哈，这个地方哈，前面没有问题哈。你是用词组在被巴迪过了的法律抓等上哈，没有返回的心哈，没有返回的心可以哈。去犯罪的人哈，我是打阿盖米罗爱好，这个没有问题。在干这个阿鲁，在干这个阿鲁，好，一定被，所以这个书写呢，你这个在干这个阿鲁这个词。这个犯人因处死嘛，是不是？犯人因处死，你这个两个可以连在一起，但是这样连有点点问题哈。就说你这个马巴代义，那就是说被射杀嘛，伊比亚阿多半是吧？马巴代伊比亚阿多半在猎场上被射杀。好，如果按照你这个句子结构哈，按照你这个句子结构哈，这个
这个啊是什么呢？哦，这个啊是其实跟前面的动词有关系。好，摘干榨，所以你这个应该是摘干榨怎么样？嘎嘎什么？对啊，摘干榨菇啊，摘干榨阿妈巴带是不是？摘干榨阿妈巴带是什么？菇米会是罗爱嘛，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理解吗？死在猎场。哎，摘干榨阿妈巴带是不是？菇米罗爱是不是？还是麦罗爱？妈也爱。好，就是已经是犯罪的，是不是？嗯，然后这个啊，现在就是后面这个问题。好，基本上你看，在猎场上出其不意射杀之。哈，现在就是后面这边，基本上啊，摘干在阿妈巴带过埋入爱。好，这边你可以加个逗号哈，表示分句就 OK 了。像后面这句，在猎场上，好，那有没有什么巴带一比亚多半哈？那现在就是说出其不意，有没有？出其不意，出其不意。现在就是这个字，哈，把它加太难了。进来就好了。不，你用很简单，就像你这个无悔意者，你看再比把题过了都发了错，你看这个就很好啊，很棒啊。所以出其不意，你现在想看看啊，这个你要想办法把它翻出来，就是从啊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就是出其不意啊。那出其不意啊嘛，把带一把多半，前你看，面是可以摘干榨比巴带。因为犯人应处是一定死啊，应处死一定要死啊，应该处死啊，摘干榨啊。因为犯人就是马伊洛爱啊，有没嗯有？所以你这个句子就是犯人一定被处死，应该被嗯处死，是不是啊？所以后面就是嗯在猎场上啦，在猎场嗯，上一比亚鲁班没有问题啊，马巴带死了，现在就是剩下出其不意啊。你这对对。个啊这个地方，啊的前面再加一个出其不意，你看看想办法把出其不意给它翻出来啊。所以什好。么叫出其不意？你应该可以理解吧？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翻，就说他什么叫出其不意，再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理论上这个句子是有问题的，就是中文句子，因为它是不连贯的。因为这个在猎场上出其不意射杀之，你看跟前面根本啊，就是说他中间应该少了啊，这个犯人应该处死，然后把他赶到猎场上，然后出其不意的把他杀掉，可能会比较好。好，这样的话就有连贯，就是中间少了一个连贯的东西。你现在就是把那个出其不意，看看能不能翻出来。所以出其不意，好，你试看看了哈，试看看，好，就是让你去想哈。好，那个拿到写了哈，没有关系哈，等一下拿到的等一下了哈。其实就是说，你看出其不意，就是说我们啊，稍等一下哈。你自己上来，我在上课。你自己上，进入啊，我在上课。好，所以这个，嗯，所以所谓出其不意，就是说他在猎场上，哈，他在猎场上
不是伊拉里过啊，米阿米巴沙塔米巴代米阿鲁，在他后面伊拉里过，马巴代伊比阿鲁班，然后呢，伊拉里过了，嗯马巴代伊比阿鲁班，就是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这个概念有点是什么？就是说，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犯人，所以呢，我们就把他赶到猎场上，然后就是出其不意的就把他杀掉，它有点点是这个概念啊。好，一定要一比阿鲁班一把代喊，有没有？这个意思有没有有点不太一样？啊，嗯一滴啦一比阿鲁班把代喊就好了啊。哦好就是你还是有指示它是在什么地方，当然一比阿鲁班也没有错嘛，把代哈，但是就是嗯说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杀了，把代喊就嗯杀哈，这样的话比较接近一点哈，比较接近一点啊。好，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面翻，我们从那个我们阿美族的认知概念里面去翻，好也可以哈。好，那个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我们休息到8点10分哈，好不好？好那个拿错的我们待会再来哈，我们休息好。到8点10分哈，好，辛苦你们了哈。
老师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哦。然后对不起哈，好，是我，现在有了吗？有了有了，哦，好，刚刚没有了，对，刚不刚好意思哈。没有声音。好，所以那个阿道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吉拉利固，吉拉利固，听到了吗？有，吉拉利固是什么意思？出其不意。从后面来，出其不意。吉拉利固，这个是你们的单词吗？哎，你哦，离故后面少一个 L。对，吉拉利固啊，对，少一个，你是 L 吗？哈，吉拉利固的汉阿米巴代就是从后面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了哈，是可以的哈，所以少了一个音嘛哈，这样就 OK。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顺序没有问题了哈，很好。好，现在就是说，后悔这个字哈，悔意是这个 sumas 哈，sumas。那你们看看能不能用在下一句哈，用在下一句就直接用词了啊，就不用词组了哈。当然词组都没有问题哈。阿米巴达迪古莱多发罗做阿达姆萨哈，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词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句哈，有悔意者哈，有悔意者被告以田地、米粮、猪牛、酒等赔偿之，或被驱逐出境哈。好，我们来翻看看哈。好，被告以田地啊，就是公告他要用田地啊，米粮米啊，以前就是米了啊，猪牛酒等赔偿之，或被驱逐出境啊。其实这个应该不难哈，比上一句还好翻哈。有悔意者哈，所以一般的翻译大概是伊拉固哈，大概都会这么翻。如果是我哈，乌，然后后面，因为它不是句子啊，伊拉固的话，它就是句子。这个就是现在普遍的翻译会出现这样的，因为它要顺着翻。伊拉固有，你看，这就是问题哦。我们现在很多翻译都是这样子哦。好，好，看看你能不能用那个 sumas 这个词哈，sumas。所以这个被告知呢，其实你可以用说是被赔偿，好，所以他可以被告以赔偿
什么啊？就是这个字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就是阿美说，如果说你说就不用了，因为什么ma but foot 就可以了哈。有时候我们的词缀应用的非常精简哈，会非常精简。好，我们看一下阿多的哈。Ilahan kumi pasumatay ha. Mapatapos to umah panay fafui apah atau maman i ano za papiliasen to nyalo哈。好你这边少了个牛哈，发费哈，少了一个牛。伊拉汉国米巴苏马赛米巴苏马赛，这个词哈，那个安多有没有听到？有米巴不合适。米巴是什么意思？是你去让他后悔，了解我意思吗？你去使他后悔，所以米巴是不合适。你要怎么改？马苏马赛，对呀，就这么简单，你要弄那么累干什么？马苏马赛嘛，是不是？好，好，所以马苏马赛就 OK 了，是不是？所以马苏马赛是名词还是动词啊？名词，为什么？为什不的后面，么它是名啊？在不的后面，不然你要看它这个马苏马赛，它为什么是名词？爱对，就是爱啊，因为没有爱就不行啊。好，伊拉汉国马苏马赛，好，就没有问题哈。马巴的福斯多嘛，啊，巴奈发挥阿杜，牛怎么说？你的牛怎么说？拉拉巴，拉拉巴啊！你们真的是拉拉巴吗？当然不是啊，我们讲咕噜，对嘛？你还玩我哈？咕隆哈，好，发挥咕隆巴哈，阿多妈妈安哈，安阿扎啊，或者哈，巴比利亚圣多娘了，巴比利亚圣多娘了，也不是不可以了哈。让他离开哈，但是驱逐出境，驱逐这个字，这个字是不一样的哦，驱逐跟让他离开。我现在就要让你用驱逐这个字，你要用哪个？驱逐马巴利亚什么？不行，离亚是说他就是离开而已，他没有被驱逐的概念。你让他离开当然可以，但是那个概念不够，就用词不太够，没有那个驱逐的意思在。所以驱逐赶怎么说？把他赶走？不会，不会哦。赶鸭子怎么说？我没赶过。好，
这是个借口啊。拉布拉笨，听过吧？真的没有。这个字你这个离亚是跟拉布拉不是两个概念哦。拉布拉叫赶驱赶，所以离亚只是离开有，啊。想到了，这个词一定要会哈，拉布拉笨。啊，那巴拉笨读娘了啊，会比较好。你离亚斯的话，那个力度不够啊，力度不够。好，你这个翻译，你看伊拉汉过吗？苏马赛，你因为你是用句子哈，句子，它是个词组。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句子叫后悔的人有，是不是啊？后悔的人，后悔的人是主词。可是如果按照这个的话，你不能这么翻。当然意思是对，但是记法结构不对称。你怎么把它变成词组？不要用句子。不要用句子哦。因为它是词组啊。masuma 乌什么？ masuma 在阿当上。还加达不到干什么？乌马苏马在伊。对，乌马苏马来伊就好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你不要用句子，你用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翻译都是用估哦，真的哦。好，乌马苏马来伊，那就不是有吗？是后悔的人，就是有后悔者嘛，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转换一下哈，转换一下。好。啊，缩写是怎么样？最下面那个是吗？好，最下面的这个了哈，好，最下面这个哈，很好哈。我自己在翻译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我很快的翻，然后呢，我再看啊，我大概一般会看3遍哈，就是说翻文章的时候大概会这样子，所以不断的练习调整，然后就会越来越熟练哈。好，我记苏马太啊，马巴的佛桑啦，多嘛啊，flat 啊，发挥咕隆巴啊，多嘛慢，然后这老笨啊，老笨多牛肉哈，也可以哈，所以它是用鸡哈，用鸡哈，有哈，也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哈，所以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重点是一定要加爱哈，如果不加爱就不行哈，因为这个爱就是名词，因为是人哈，人啊。有后悔哈，用鸡用妈都可以哈。理论上哈，就是说，用妈比较好了哈，用妈比较好哈。基本上用鸡用妈都可以，但是用妈更好哈。啊，乌鸡苏妈代意啊，马巴的父子长啦多嘛哈，他们被处罚啊，处罚什么呢？乌嘛，弗拉特反复古隆巴哦酒啊，都慢慢哈等等哈。或者哈老笨多牛肉哈，老哈老基本上也有驱赶的意思了哈，要驱赶哈，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所以苏曼这个词很好用哈。那苏曼呢也不是只有后悔的意思，它还有别的意思哈，你自己去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了哈。伤害伤害罪，纵火罪，哈、所以看看你们能不能这个罪，好，你们现在这个罪呢，基本上大概还是没有翻出来哈，看看能不能翻出来哈。伤害罪、纵火罪，哈，视伤害之轻重而定啊，重者以田地、猪牛、酒等赔偿之，基本上跟上面差不多。啊，轻者以猪牛、米粮、酒等赔偿之，并在集会所举行和解宴。哈，现在就是说，
它有重复哈，但是你看它有这个重跟轻的概念，然后伤害罪啊、纵火罪这两种罪啊，啊还有个和解宴啊，和解宴，嗯，好，这个句子就比较长了哈，就是你就顺着翻啊，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伤害罪你一定要加污，污怎么样？好，污什么什么，好啊，污什么什么，哈，因为这伤害罪它是一个标题，纵火罪也是个标题，所以标准就是前面要加污哦，就像这个乌鸡苏麻带或乌妈苏麻带哈，就是这个乌哈，所以这边有悔意的这个有其实就是这个妈哈发生了哈，这个有就是妈哈，那在这里就是鸡嘛哈，所以前面要加乌哈，特别是标题的时候啊，相当于英文的 the 啊，所以这个乌呢，它有定冠词的概念。伤害啊，你看会用哪一个字哈？纵火哈，视伤害之轻重而定。然后再来就是重的怎么样，轻的怎么样，就是重跟轻看，重者田地猪牛酒，轻者猪牛米粮酒。就是重者呢有田地有猪有牛有酒哈，轻的呢只要猪牛跟米粮跟酒啊，所以这离不开酒啊，不管怎么样都要有酒。这个就是阿美族嘛哈，管你什么都是要有酒啊，有酒就对了。好，看看哈，还没有好。伤害罪呢，我会用讲乌拉拉努米里安爱啊，我会这样说哈，给你们参考哈。乌拉拉努米多多害也可以哈，会这样说哈。当然你们参考，你们翻好也都没有关系就是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要用乌哈，拉拉其实就是罪罪是罪，属于什么？米里安爱去伤害的米多个爱都可以哈。米鲁米鲁个爱啊，米多罗海米一路海啊，我们是一路了哈，米一路。
一罗亥哈，我们一罗亥。我有一个表弟就叫一罗，这个是个绰号。那小时候他可能有去烧过别人的房子吧。嗯，好，属贤哈。好，很好哈，他就用这个概念哈。Au iro no mi luka ai to tam sao ato mi para marai i 哈，他用合并哈。能能喊过路嘎啊，mi the foots 能能喊过路嘎哈。好，anu kada tengai atu kai 啊，ma pata foots to umah fa foi kurung atau pa anu kamawai atu kai ma pata foots to fa foi kurung frats atau pa mi pa taka 哈，是打嘎嘛哈，那个书对，写拼米错，巴达嘎啊，米巴达嘎啊，米巴拉放吧，啊，米巴拉放炸了，意思费啊，你是米巴拉和放炸了，解，是和解，和解哈，米巴拉放炸了，那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单词？不知道要用什么，和解就是什么？和解变好，对呀、变好嘛，米巴拉嘛，米巴拉啊爱，米巴拉嗯，自在。哦，都可以啊。你用防战哈，它有点升华的意思啊。嗯，就是说防战的这个词，当然它可以贴近，但是不太行哈。防战的就是说，哎，让这件事情，有点说啊升华或者怎么样，它是属于这种概念。当然也有好的意思了。哈，它防战的大概是优良哈的这种概念。哈当然它也有美好的意思哈。和解只在用只在，用字在哈，就是只在这个词非常好用的哈，只在，好，米巴拉之在也是非，好，可以哈。好，说嘎你是用说嘎然后伤害嘛哈，没说个爱就是去伤害哈，没说个爱的咱们要去伤害的人，哈，米巴拉马来去点火的哈，纵火哈，能喊过路嘎啊。能韩国罗嘎阿弥陀佛哈，看着去处罚哈，这个伤害哈，罗嘎伤害要看着去处罚哈。好，那我刚才登爱罗嘎，如果是重的伤害呢？啊，马巴达佛斯多嘛哈，被处罚啊，农地哈，发挥古龙阿多巴啊，那我干嘛外罗嘎，如果是轻的伤害呢？啊。嘛把的 f o 都发挥，古龙 flat 都把米巴达嘎，然后去摆桌啊米巴拉之在也是非啊，好去成为一啊，也就是和解啊。好，当然你也可以找这个有关和解的这个词了哈，那就是最简单，就是这个词基本上也能够表达哈，表达。
所以咪八哈咪八，你看这个是咪八哈，去使得哈咪八，所以这个词是之在，然后拉之在，哈巴拉之在，然后去哈打杠啊巴打杠咪巴打杠哈，所以这个轻的呢，你也可以说小的啊，重的你也可以说是大的啊，就是这种概念哈。大的伤害，小的伤害，好，也是一样哈，不一定要用轻跟重这种概念，啊，就像前面也有重的这个词哈，啊，有大的词啊，大的词啊，啊，大的罪，小的罪啊，就是重跟轻啊，是一样的概念哈。那如果怎么样是下面这个嘛哈，下面怎么又好？Ulikas no mitukaay atau palamalay atamsaw arahan ko mahapinang patapos tuumah panay fafoy kulong apa atau mamani ano atsa mapatapos tu fafoy kulong fras atau apa amin para selesai sepi 你还有没有别的？没了。哦，这个好，我们来看哈啊、伤害罪跟纵火罪哈。好，无理个字哈，条例哈，属于去伤害还有纵火的人的条例哈，也可以哈。无理个字，no mi luka ai atau para malai atam sao 哈，阿拉汉古哈，所以这两阿拉汉古马哈比浪马哈比浪马哈比浪是动词啊，那个那个啊，安洛。跳你看哈，就是说这个句子在哪里？我看一下。视伤害之轻重而定，是不是？中文是这样子。阿拉汉故，我们先不用看都哈，所以这边有没有想要怎么改一下？就是后面这个，其实是可以，现在就是词缀的问题，哈，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词缀，要怎么调整？
喂，那洛还是我脑袋转不过来了。转不过来哈。好，因为哈这样子啊，我直接给你改好不好？好，阿拉问啊咪哈比囊姑，然后看着，然后去审视，是不是？审视就是定嘛，是不是？是什么什么而定，是不是？姑什么？我就是你这个词不用改，字不用改，现在就是词组，那后面就是要用这个 but foot，要怎么改？光是 but foot 不够，逼的不站吗？哎，这样比较好，哈，bit foot 也可以，哈。阿拉文阿米哈比南古 bit foot，哈，也可以，bit foot 站也没有问题，哈，沙 bit foot 站也没有问题，哈。加沙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定嘛，决定有没有？决定所以这样按会比较好哈。阿拉文阿米哈比南国沙比德夫站想要刑罚的这件事情沙比德夫站都我嘛巴奈发挥古龙巴阿多妈妈尼安诺扎马巴德夫都发挥古龙多巴没巴拉之在也是非当然你这个翻译基本上是 OK 了。现在就是说，这个重的重的轻的这个地方没有显示出来，有没有？阿罗那米哈比南国萨比德夫赞都欧嘛然后没有问题，然后或者你这个就是重跟轻，你看看能不能加进来。我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好了，就把这个加强一下因为这边重有没有重？你只是说有2种萨比德夫站，现在就是把这个加进来看看，轻跟重跟轻加在你的句子上不会用嘎的凳吗？要用这个字吗？好，阿拉问阿米哈比南古，然后呢？所以你这个并列嘛，你嘎的凳也可以，嘎帽也可以。另外，我刚刚有讲大跟小，你要选择哪一个？要加在姑这个地方。阿拉问阿米哈比南古，嘎的灯爱嘎的灯爱，是不是？然后呢？你就把重跟轻合并在一起阿杜嘎毛歪对，都嘎和毛外是不是？对，萨比德夫站多嘛？把那后面就是分成2个了，或者是不是？就基本上就有翻译出来了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阿拉罕阿拉罕过这阿拉问，因为它是一个阿拉问阿米哈宾浪看了然后去辨识辨识成说
重的和轻的你要去看，而且去辨识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罚？想要怎么处罚？哈，打毒嘛，把那发挥国龙吧，哈，这个就没有问题啊。按照阿扎或者被处罚什么？哈，这样的话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哈。因为只有你们2个人哈，我看一下，还是脑袋转不过来了啦。好了，我知道了啊。现在就是我看看一下，在讲什么东西？我刚刚讲这个拉绕哈，拉绕其实就是罪，它也是错误哈。拉绕，乌拉绕努米里安爱米多个爱哈，乌拉绕努米多多害哈，所以这个拉绕其实就是罪哈。那当然，那个书写用一路哈，一路也可以哈。还有什么？我看一下，米巴拉兹在这里，好，用最简单的，好，我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哈。老师，那后面那个中文是不是就有怪怪的？哪一个？下面这一句啊？对啊，这一句吗？嗯，是这个，抢夺、窃盗罪、轻伤罪，犯者除将延误归还主人外，或以同等价值之物品代偿，加以鞭打，并以诸基数之赔偿者，无力赔偿者拆毁其房屋。犯者将延误归还啊，有没有问题啊？窃盗跟侵占嘛，延误归还主人外，以同等价值之物代偿赔偿，加以鞭打，并以诸基数之赔偿之，无力赔偿者拆毁其房屋。我觉得没有问题呢，你认为哪里有问题？多加了个加以鞭打，啊，是不是要加什么字进去？犯者除将延误归还主人外，或以同等价值之物品代偿，加以鞭打。加以鞭打就是一定要打，是不是要加并加以鞭打？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好，这个问题不大。好，加以鞭打。好代偿，然后什么并加以鞭打，并，然后后面也有并嘛。好，所以还好啦，我觉得还好，还可以哈。那这个我们就下个礼拜翻吧，哈，下个礼拜翻。那我是讲说，我们这边还看看还有什么要加强的，这边哈就是乌沙达达阿盖沙达达阿盖啊，米一路爱哈这个当然他这边就是恶行重大了哈阿杜和在就是说这个右哈我们就是讨论一下了哈，这个右呢就是那个这个是书写的嘛哈，对，所以阿杜的话不太合适哈，因为是右嘛。当然它有并列的意思，它就是表示说，这个加上这个，这个右呢，它是这个东西加上这个，它有一点点不是并列的概念，所以如果要分成右的话，你这个要改成什么比较好？有，嗯，
啊阿努扎，对，阿努扎哈，就是扎也可以，阿扎都可以，但是阿努加阿努会更好哈。阿努阿扎好，阿努阿扎阿努阿扎都行哈，这个词都是通的啊。所以用这个阿努阿扎阿努阿扎会更好了哈，啊会更好。阿杜的话呢，还不太够哈。那这爱比达迪过了啊，比巴迪过了都法律做阿达姆交易啊，这样的可就 OK 啊。好，所以你看这边是这爱干炸有没有？那阿努炸，好，你看这个阿炸也在这里哈。这个阿我爱这个应该是再加个阿了哈，阿我爱阿炸固好，好也没有哈。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了解的？那个兰洛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头音了吧？头晕，可以，好，对啊头晕，太多了。不是，主要是只有你们2个人，如果再多一个人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好，太难了。烧脑，就是要这样子哈，就是我们这样多练习，你们一定会很快就超过我了哈，很快就超过，加油了哈，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谢谢好老师，好，谢谢 OK 好老师，OK 好，拜拜，辛苦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拜拜。拜。